无关系啊？没有上海没有，哦，上海没有，那走哪条路？俺嘿就是看无糖啦，还是就仗义社会请来啦。哎呦，请来，然后说，你叫白场就冲了，对啦，跟你有个冲那么个靠调啊嘛，少女白情那种。爸爸，妈妈，哎呦，那都会给我了呀。不行，我妈会看电视。亚比欣赏好过冲过冲吗？从爱年生，还有迄老战役欣赏从流行歌，流行歌呀，还有老赵德武哥哥，叫他做一种汉语的流行东西。我也出讲讲劳动同超的超的流行冲动。闹热大擂台，闹熱強下來。大家好，我係阿鳳姑哈。來吉娜，大家好。係啊，今日係強強哦，波比18歲。波比18歲，先來介紹你連續6禮拜避免嘅連峰。容易啊，你先檢查哈。連續6禮拜哈，希望今日咩做順利的做到避免在波比。連續8禮拜就有咧。他突然苦笑。好久，8個禮拜也要2個月的時間啊，很難講啊，萬一沒有太厲害，沒啦，沒有，全都請你回來。他的現在最佳勁敵就係你浩源，對呀，新的朋友還唔啲，新的朋友還唔啲，好，今日來俾新的朋友，等下堂嘅好創呀，創個樣板哈，但是必須之前的介紹評審席上，好來，東先生，好嘞，總飛先生，小穎先生，黃依樹先生。好來，欣賞介紹者，馬上要進行今日精彩比賽了哈。TV，律師而家沒有呢啦，沒有律師，傅文飛帶來英港戀情。好嚟，談過啦。
文贵记好，又见面喽！哎，好久不见，老师大家好久不见。上一拜去个苗栗海鲜的时间，海鲜也有见过的，有见土家笋强啊！对啊，两啥都有够管。笋有带来嘛？有啊，都给大家坐等呢。翕相给比啊！今日我唱，正顺就拄到伊讲要同其阿婆翕相。好，给他说下话。人讲迄无生意带动俺发面我。翕下丑点，你有没有好好照相？有哈，你青英子呢？哦，你孙的我小2年级。哦，你还有些紧张。住海边哈，晒到暗部了。哎呀，结果人家暗部啊。啊，不是在暗部啊。哦，黑美人。哎呀，啊，很可爱。不过伊真是好冲好加工。哎呀，还感人啊，好冲。眼孙呢，通。但是问题是讲，压到节目已经问20年了，你做嘛要4年前张片啊？4年前张讲的张。如果看到啊，当地有安尼。如果转头的时间，当地一只节目啊，讲啊，有新年人啲嘛，我就张去报名海选啊，有来过1拜，有来過係如果比較1拜，從聽一多就淘汰。再見了，就轉移嚟啊！因為冇老師教，我喺自家看人天師個看嘅樣嘅，啊，我喺嚟講嘅樣嘅。所以基本有可能沒可能冇專業設計教。唔怕嚟上一下天師啊，觀眾也欣賞公平啊，就啲嘅希望，那會有冇問題？創到一份落啦，係啦，客家人咪多幾拜嘅練膽。哎呦，哇，這個小姐真的哦，很大。屢戰屢敗，不行這樣啦，對啊。屢敗哈，要屢戰，倆就運動加精神。對啊，在哪裡跌倒哪裡爬起來，哪裡躺下哦，向東欣賞公平哈。回避劑其實我知道以中國嘅態度嚟講吼，也係正確嘅。反正創個快樂，命都當創做好嘅吼，係係做輕重要。好，唔過今日一個嘅吼，有一些地方我注意下啦吼。好啊，首先回避劑人嘅中氣十足，佢運動反而創過，從呀安尼個嘅。其實也一時合，不過蒙全台嘅全台兩時我較注意到嘅，天邊唱到埋走咧，你走那一嘢，天邊有轉不卡哦，要卡進來，就是要細地方我注意下吼。不過我想，唱歌嘅注意種訓練，多參加比賽，多唱，上時候我哋評判欣賞唔啲啊，冇浪費。就要悶，人哋叫唱唔好。啊，我當時從不懂厲害，不要浪費時間戀愛，就會悶哦。沒人悶嘅，於是個我每日其實哎呀，合影之後要轉個好啊，冇浪費時間，要把握，當可貴哦。好啦，加油！欣賞各個來頭都不小加油！哦，專業誒。係啊，非常專業，所以大朋友到 TV 有多多欣賞。你來電誒，老師不要走，不要走，我請問你。拿手來幫燈啊！而家一下就做一夾嘅休息室空的咧。哎呀，結講唔對啊，冇啦，開玩笑啦，我動你個門橋，先生先講嘅係嘛？做唔得啦，要好啦，真係加油啦！多唱，多比賽一天不一樣誒。所以屢戰屢敗，我前邊屢戰屢勝。好啊，加油！謝謝。好啦，看今日分數樣辦。好，歡迎阿付文飛嘅分數。好嘞。好，90點分嘅分數沒親好啦，係啊，沒親好哈，係啊，等下看有幾筆再留下來嘛，好嘛？謝謝，好，來，再休息一下。對呀，阿婆哦，大姐真的哎，心情很開朗哦。係啊，對呀，這件風衣衝過嘅孫咩係啊？對呀，然後孫女也是好可愛。他們因為打扮哈，打扮都按後生，從間演技磨合吧。冇啦，幾多歲奇怪？開玩笑啦，幾多歲都會打扮啊。沒有，就像我們現在50幾歲還在穿這個年輕人的外套。不會啊，你也很年輕啊，對嗎？我們幫你多那個 app 多用一下。好嘞，殺下來，殺落去俾主帶來無情嘅閃。來。
出一片给自己。你是太默契又莫意，用满心爱人浪费。你敢黑有情的心爱你，怎会表爱中意？相当于彼此默契，讲爱吞心就吞气，枉费爱对你付出一片给真情。你是太默契又莫意，心肝让我人浪费。你敢黑有情的心爱你，怎会表爱中意？你是太默契又莫意，心肝让我人浪费。你敢黑有情的心爱你，怎会表爱中意？什么太高？哎呦，比主记啊，特别歌声呀，哎呦，那台风又蛮好，真的好有，而且这首歌，调你这种感觉，这首歌又大气，哦，他竟然可以驾驭这首歌。你看人拿个麦克风拿到按键哦，动作是该歌的唱，特别係歌聲啊，係啊，冇啦，冇我家是好高啊，唱歌，中意唱歌有呀。時上映埋舞台張紅唱歌嘅歌，沒有，只有給沈國強誒30年前啦。30年前，係啦，做嘛去唱給嘛？他給那個胡老師啦，就會搞流行歌曲啊，就會胡燦雄先生，對，就在新屋參加小型的比賽啊。哦，嗰陣時參加比賽就出嚟。可是那30年前。故說你做，你條路同嘅歌唱冇關係啊？沒有上下沒有。哦，上下沒有，你做嘛條路？我係就是他唔好談啦，我是就藏醫社會請來啦。哎呦，請來，然後說你叫白場就出嚟。對啦，5個樂師來啦，海顯的啦，盤太陽，記得啦。跟有個唱嘅嘛個靠調啊嘛，少女白情嗰種。沒有，不是哦，唱這個無情的心啊，都可以啊。還有什麼的歌都可以啊，還有廟會啊。我去上東感覺有經驗的感覺。大部分的唱乜嘅歌誒？廟會都是唱快樂的啦，喪屍全部唱哈，是媽媽就會唱媽媽的歌誒，是爸爸就唱爸爸的歌誒，爸爸親像沙哦，對啊，還有客家的母親吶，還有那個阿吉拉的媽媽哦，阿吉拉媽媽讓我唱咧，幾隻。一條鎖。係啦。咩做第二唱咧？爸爸，媽媽，哎呦，我都會叫你啊！不是，我媽會看電視，對不起。我老公冇講出來，我唔識啦，所以啊，唔係啦，有咩做專業呢？這個不同領域誒，真的，你還福報呢？對啊，真的。就我之前善的循環，我之前也是碰過一個禮儀師啊，他也是他非常的這個注重自己，然後就會還會讓自己去增進很多，然後他只有國中畢業而已，他然後他慢慢就當了禮儀師之後，他自己要覺得要端莊一點，所以他去進修高中，然後去讀大學，冇錯啊。
你全部会专业吧？专业吧，要是慢一波该有吗？对嘛？可是问题是可以摆场的啊。摆场的，每一个人也是必经之路啊。对啊，就毕业典礼啊，毕业典礼冲狗嘛。对啊，是不是？也是很伟大的一个行业。亲力会的，真的。好，很充实的。啊，下次有机会再来唱一首。别。他下一集有机会好不好？这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枪毙行商。主你好啊，根本你廖叔公你冲个清后哎，我觉得你跟上一次完全的不一样。对，然后这首歌你的整个那个旋律的线条的那个韵跟拿捏都非常的棒。我其实听到后面，又被你感动我觉得你的这个整个做的真的很好，而且为什么这一次你可以把自己的声音的那个软度控制的这么好？有糖你的共上一次对，真的是因为这样吗？对，然后我就一直收敛我的音，不要太强，只要出50%就好了。哇！但是真的是做得很好，我觉得很棒。而且我觉得你其实进歌的时候，下去的时候，你马上那个整个人随着那个音乐在前奏铺陈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觉得你很进入这个歌。然后到最后一遍副歌，你还又做了不一样的诠释跟顿点。我真的觉得你今天这首歌唱得很好，我给你的分数不低。哇，谢谢老师。还有可以做的更，就是你越来越运用，你就会知道那个声音的弹性可以怎么去做。将来很多的歌都可以诠释得很漂亮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对，你今天是把它当做谁的告别式在唱？没有，我本来很喜欢这一首歌，廖树国的我一听到，我觉得它不大像流行歌曲所以我觉得很喜欢。有些像演歌这种，你有没有觉得？就是他这首歌很大气，他听起来，然后他又可以驾驭。冲这种感觉，我觉得很大气，真的。部头的表现情况赞，看分数喽。来看一下分数，看一下戏比主个分数。什么感觉？63分哦。有些阿里雷哦。浩源。燕峰，紧张哦。邱婷这好像还好，轻飘飘。他没有，他也很厉害，他音色也很漂亮，对嘛对，好，加油。好，谢谢什么哦？老师讲的要记起来哈。对啊，不要浪费，对啊。等一下下去，如果碰到老师就把他拉住。再问一下。好的，杀好了。杀落去顾球顶，带来周盘。来，躺下了。修书他是用猫的角度写，两条狗希望家家做来讲好爱电路，给他电给他注音准了。难怪他那么喜欢学猫叫。对啊，他常会进入角色。想也好。
上线上，两位主持人好，各位听台线上好。哎呀，秋天之后，这首歌好好听哦。嘿，对啊，而且 Slow Rock 的这种曲风哦，其实很久很久没弹过啊，这种曲风。啊，你的唱得又好，真的好，对。跟秋天之后，写歌的都有个自家的故事，你哋要唱歌的时间。哦，有故事啊。都会用个感情去啊，咩系嘛做盘啊，你下声音都睇你啦，嘿，然后又老公走盘哦，动喉，真的哦，对，声音，系啊，你下声音空烧起啦，空巢期，对，声音都睇你啦，我会带，然后读书，对。这就是我还是纯两路，嘿，哎呀，真的呀，系啊，还有爸爸妈妈嘛？爸爸妈妈就公公婆婆是不在了哈，哎，刚用刚棍摸出来啊，然后妈妈还在，娘家的，哎，爸爸摸出来嘞。哦，那你娘家妈妈谁照顾？弟弟啊，弟弟，弟弟带供他，对，所以就。然后我的阿姨嗰度冲头为女仔，我妈妈。吹料，对，姊妹嘅就听吹料，对，暗号，叫做动喉呢。你如果较放心，对吗？对，好放心。知道姊妹咩係一種做盤，對，兩公婆咩係一種做盤。咩老人家講真咧，去甲身體顧好咧，對生意來講較冇負擔嘛。真健康。對啊，所以老人家去甲身體沒有真的要注意哈，顧好來歡歡喜喜啊。生意出去都會變事業吧，有冇沒有較放心嘛？冇真的呀。對，對啊，但係伊有好心啦，哈，真的係啊，下巴看公園老公堂嘅，公園用吧，公園看到恁送嘅啊，係推車哦，但是你注意看哦，下巴前幾唔係娃娃哦，係寵物哦有，他看得清楚嘞，結果係寵物的事，你還沒聽到啊，寵物咩係家人啊，寵物家人也是作伴，對啊，寵物作伴，毛小孩。對啊，毛小孩，沒錯。係唱攝影師先生，我們這位大姐哈，其實亞述國味哈，你唱到一清後啊，不過前面剛你比較沒有放開，你到副歌的時候才真正的放鬆，尤其是在拉的時候，你整個都投入進去了，好，所以你都總感覺哈，你的聲音前到中間都是緊的，你膝蓋有吃到嗎？其實是很幸福的亞述國味，懂很否？你沒有把它放開唱，所以前面就感覺，哎，你還沒有進去那個頻率，還沒進到那邊，所以副歌跟拉的那個地方，你自己回去看，你就整個放鬆在裡面，享受在裡面了。好，這一點你自己可注意的，好，謝謝。不過但是他前面剛剛唱的時候，我覺得他的口氣還不錯，就是不會很黏，然後就是哎，好像在講話一樣。慢慢進入，有那種感覺，很棒很棒嘛。有上是那個緊張感消除了，就會更表現得如果較輕鬆。好，來看一下個分數。好，顧秋婷嘅分數。51.5分，冇問題，冇問題。好，新夢先生，恭喜啊！快做下戲。好嚟，沙來羅浩然帶來董慕涵。水明從草暗不愛下一個看地嘅啦啦啦，有幾多嘅教室從裡嘅設施，一張兩張三張四張全部踩踩跳跳，幾行愛誰苦要累幾好而批工人行行，有時愛做輕鬆班按部就表人，名聲老硬我莫按改分開，總共袂負擔負擔，請聽愛懂我。懂我感，只都看不變散。啊哦，時間經來經來，那是張做的卡강送去他，是才懂我感，愛懂我感，搞得會用伴，愛上愛明了，高興老該老三吧，也是他厲害。
天讲咧喊，冒起水面冲，左岸不爱下的歌喊地个啦啦啦，又记得给搞事从里给谁死，一只两只三只四只全部切切跳跳，只怕那谁不要来，只怕我去工人行行，有时爱做轻松班，按部就表演，人生老硬我，莫按改分开，总共袂不甘不甘。动莫干，爱动莫干，是都干莫惊啥？啊哦，时间紧来紧来，那市场做的卡片送去看，实在动莫干，爱动莫干，高内爱用伴，爱上爱动了，高水老该老三把，也爱是差厉害。好演，聽到要喊啦，等我喊哈，要蛮冲的要感觉啊，怎么那么安静的感觉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沒有換氣，換氣，要重跳啦，動冇喊，比得太快了。其實運動冇喊啊，但係要撲嘅跳舞嘅樣片啊，看到佢出意料，出過意料。係講佢出過按冇喊，有辦法出過意料按好。有因為上班我有去韓國，因為第到韓國嘅時節會講英文，那就到韓國機場嘅肯德基啊，我就老以用英文講我要吃幾個點餐，對，然後點完餐以後，因為我跟我一個朋友去，然後來的時候就哎呦，怎麼是3個漢堡？哎呦，這麼好，買2送1哦。哇，不是，然後是他看到第3個人，充點有算錢嗎？有算，有算了。然後到最後我們要離開韓國要回台的時候，我們到 Starbucks，然後去點咖啡，就點完以後也是3杯咖啡，我就覺得有點毛毛的感覺，真的哦。對。唔過嘅係講義工有問題吧？你應該是跟他講 two 吧？還是你的英文有問題？英文冇問題，還是你手勢有問題？對啊 ，two 還是3啊 ？Maybe。對。啊，怎麼會這樣？你這個就有點像我有一次要出國這樣，然後就到那個機場要登機之前，然後就那個服務人員就跑過來，那地勤人員，是你們3個嗎？對啊，奇怪，我就明明跟我老婆2個人，就走這樣3個。啊！我就跟我老婆互看一眼，然後說啊，沒有了，還有3個人還沒上，那你們2個現在是這班機啊，那我們再等1個人呢。給新關度熊了就講出來了。對啊，他其實因為應該要說剩還有1位要稍等他一下。對啊，還是你們還有剩3個人，對不對？就你們。唔過電用比 two 然後3應該差清多。對呀。我感覺那個櫃檯的英文可能不太好。哦，這麼不好。對。然後所以說韓國當地的英文能力。唐貢那樣唔是一個啦。不過唐貢嘅英文一般啦，一般啦。做得唔錯嘅。沒做唔得講，記得冇好，記得。我們唐還是強國，他們軟實力很厲害。我從這裡向批註欣賞。好。好演繹好，基本伊唐起來兩條歌的動向上，每讓你嘅心情，可能又符合，你從頭就是我覺得很自然，唐起來順，很順，尤其是到副歌的時候，整個愛動莫喊，愛動莫喊，就是我覺得那個層次有表現出來，兩條歌呢，莫動衝給。就是沒有很長的音在這首歌裡面，所以你感覺這個對你來說是一個有利的東西，是因為你的長音從頭你衝給時間，你的缺點就會顯露出來。兩條歌沒有這個東西，所以整個聽起來蠻完整的，對。然後因為你給態度、你的動作、你的肢體、你的情境。我覺得都非常非常的符合，然後可是今天感覺就是整個很自然。之前如果我覺得有點做太多的時候，可能都會嘎嘎嘅。對，那我覺得今天這樣子整個很順，所以還不錯。好，什麼形式？有點種 chill 的風格哈。還不錯的話，就可以下給分數了。好，可以哈，羅好演嘅分數。
3點半哦。目前清9分啊，目前清9分哦。你就保佑燕峰唱差一點啊。他們要強相那個標嘛，係冇？好。OK， 好。什麼好嘢？謝。好嚟，殺下來。殺落去，李燕峰帶來電路。彈講啦。第一擺見面，來到上方嘅世界，也怕案發嘅空間，全部就按上鎖。就算匆匆嘅時間，也嘅秘密還留在眼皮公。口門上做夢魘魘，係水動一條細絲灰，也嘅手忙做死起嚟，夢以來恩上。休書嘅電路，因為嗰時喺我哋做天台節目同應徵同行嘅好朋友，所以我就講我哋做一個原創的那個一個系列，一個合輯。上次也是這樣子，喺咩 MV？ 嗰時喺 MV 嘅休書得到嘅金銀獎，我想講有個什麼嘅，我就去彈一下，因為有個暗號彈，因為嗰個彈起來很抓耳，然後很脫俗、清新嘅感覺，我想講。存一個機會，唔係存一個機會，有一個機會來衝一下。休書真的對我對他這個有才華，真的有來講，我有可以送老嘢嘅。有啊，有上次會來。就是怪怪的，人怪怪的。會啊，咩唔會啦？佢就係藝術家性格啦。藝術家嘿，啊，佢學嘅音樂啊，唱佢彈吉他呀、打鼓啊，佢全部冇琴弦上嘅七家。哇，完全自學啊！哎，唱佢兩條電路本來都冇人按上，你有彈嘅，給他專輯地位都有沒有嘅聲音？有啊。哦，他是用貓的角度寫的，兩條歌誒。希望大家進來講下嘅電路咯。給他電嘅，給他主人進來。難怪他那麼喜歡學貓叫。啊，係啊。他常會進入角色。我說他很怪啊，就是他突然呢，冇啦，佢就係做劇嘅人嘛，戲劇嘅呀。戲劇嘅他有舞台劇，所以舞台劇嘅人啊，就常常會各種上升。不過他很厲害，他真的是很優秀的一個音樂人才，真的。好，衝出嚟，東老師。好嚟，好今面嘅燕峰哈，創業如果從你前後，尤其係真音轉假音的部分，可以轉換的位置就有多。不過，看我記得宋立本係從提起講彈唱假音嘅時候啊，吼，有時 monitor 彈唔清楚，建議個唔是參賽者可以戴耳膜喎。
会带给发，给假音会非常漂亮。看会不会呜啊，给突然就走退了，稍稍有点跑掉了。因为乐器大家很嗨的时候，他打到乐手也打到懂嗨时间，上一台时间，假音会用力就走退，声音就不见。好，不过给真假音算已经算的是很好讲，因为假音转假音。过亚叔各位，唱到我无咁多有咩位啦，感觉当晦暗，好，你感觉咚。冇把希望的感觉，那感觉有唱出来，吃了以后有的感觉哈，某人的音上的感觉都唔好咩哈，记住，某人多卡，都在依赖好，有感觉，我有听到那种感觉，故说这边也不能当高分，我就给假音部分，下次因为假音是你的强项，否舌头音也强的地方，故说我们可以想办法，用好多现场表演的时间，可以比赛表演那些中央。你可以保持一个基本的嘅水准，我睇都當強誒，因為客家歌手從假一啲磨青朵啊，然後也係得 V 嘅，當會 V 嘅，加油！對，因為我們客家比較不那麼假，都很真。你是說他很假？他很假，哎呀，你很假，真的。哎呦啊！人家假音正言厲害啦，後堂，人家青島還有賞銀衝狗就按用啊，這也是他們的特色了。是每个朝代不是每个朝代，大家死推跟流行的赏柠檬用，我大概是30年前，好唔好？對，看一下價嘅分數。我先嚟有請倆嘅青狗分，好眼淚都不同嘅懂哦。用下嚟看煙鳳嘅分數，好嚟看李煙鳳嘅分數。两位主持人你好，对有印象，同仁们对你印象也很深刻。是呀，因为我很和蔼可亲。对，而且你面书，今天这个打扮对，爆烧猪头，面书。你今天这个打扮很像那个铁丝玉玲珑的那个差一道鼻，这样。好，来看李嫣凤嘅分數。90分，恭喜嫣鳳，V面成功，3關嘅恭喜。好，也都傳統舞嘅報名就打晒。唔錯，今妹坐在 V 面就係報名係 V 面一關嘅總比陣，比陣啫。一關偏啊，一來路很懂闖啊。還有9關啊，連續嘅啊。對，所以今妹也有一個新的挑戰。有新的朋友來咯。係啊，等下我讓你幫我那裡嚇。比賽之前嘅介紹評審欣賞啊。好，車皮哥欣賞，羅英欣賞，魏生炯欣賞。陳秀峰欣賞，好了，哎呀，好，欣賞結束咗啦哈，馬上我進行今日比賽。我想嚟歡迎你嘅新朋友嚟自新竹市朋友叫帶來評判。來，睇下啦哈。唱山流。
有给我记吼。你好。采访先生，让我们主持人你好。哎，都有印象，有印象有来过啊。哦，真的哈，很久以前的吧。10年前的吧，10年前的呀，哇，很久的啊，有很久啊，哦，难免有印象嘞，我记得按到嘞，对呀，制作同仁们哈，对你印象也很深刻，是呀，因为我很和蔼可亲，对，而且你面书，你今天这个打扮哦，对，火烧猪头，面书，你今天这个打扮很像那个铁丝玉玲珑的那个啊，差一道鼻影这样，有像那个许孝顺哥哎，有像。挑来，喂，那边空头机，赛是背离呀，来了。嘿，俩就有这样的会线跟时间，有吗？今后搞很活泼啊，谢谢。我请化妆师再来帮你画2补一条鼻影。好啊，来化妆师，等他了。今后搞，今后凶他了，大追顾完我们这样讲他不会难过。不会，会现在时间他也是很活泼啊。我都二俩唱歌是非常的欢喜呢。哎呀，但是你崇拜周天，哎呀，10年前的比赛没啦，人家用班，制作单位现在提做颁奖演做讲的。哦，颁奖演半年前做。那没喊哦。没啊，跟你讲他们半年前是收钱的咩？哦，钱币收也无用个神。无去打仗。当然咯，你离行就错了啦。所以他过按后面哦，当然你离行。半年前。哎呀，这幸福啦。真的啦哈。哦，所以佢上拜来比赛哦，这么冇比你们，佢有没有游览？冇办法请叫的啊，叫佢做游览冇来比赛。將來唔出。我唔在乎哎。所以講你拜來都看可不可以圓夢啊？啊，那你要把所有的那個遊覽推掉，全部推掉。我有跟制作單位要求，他說別跑，現在開始都不要跑，全程來這邊玩啦。你鬧嘢大擂台嘅那個天花板，輕鬆嘢我可能今日有辦法過關。係啊，你喺充電嘛？唱幾句先生。係，要叫字。哦，你好，先生。你好，真叫冇看到哈。啊，今日聽你創神講吼，可能你也叫冇創啦哈。所以你今日頭段遠後面第二段遠啦，就有多少會改變啊？甚至有冇嚟講有奇怪嘅咁嘅平板，因為平板咧強頭千多種，嚇。你講成個創出上邊強，各人創出就各人強嘛，嚇。所以你今日天氣有限時間也平板啦，嚇。啊，用有限了是哪節啦？啊，天意水口了創哪一處？所以而家嘅氣扮運完全嘅運強就冇重要啊。創當然冇問題啦，也係就一般會創嘅嘢，就的確我嘅氣唔用大，也係講氣用過嘅。今日天一個3月冇創千上所啊。親上了一所啦，人家米行哦，個米園就做了冇親獎，哦，個氣啊一天都要足，人家有米上會轉嚟講，哦，廠冇問題哦，廠冇問題，啊，再過來哦，身體了天哪抗啊，都是會表演嘛，嚴準來作準來。哈，冇一你一條，做嚟講，你一條乜嘅長遠就會有辦法去創意，但是嚴準一天來做到啦。我相信應該你係講要注意很多點，以後日甚至會越來越好。是木先生嘅領導。好，阿先生，對，可以喺廿個分數啦，好嘛？睇下朋友給我嘅分數。好。分狗本啦哈，哎呀，唔該做對吧？做對準啊！嚇？唔可以準啊！哎呦，那怎樣？你哦，要電啊！哦，你要啦嘛？沒有，我沒有。要冇去參加咧嚇，有麥克風啊，講一下嚇。冇啦，哦冇啦嚇。嗱，係弄得你個管地是最可以嘅咧。係啦嚇。胡玲啊！歹勢吼，啊麻煩你遐坐一下。好，先困一下吼，無法度隨轉去啦，吼。我等一下啦，我就小等一下。請胡玲，請坐啦，吼。
杀好了呀，杀了就会煮水就带来落山歌。好嘞，躺下啦。上見啊！从来有欢喜吗？有啊，很高兴。不老骑士，他还是大家的阿婆，太个阿婆，是。做嘛，你要子孙满堂啊。可拜他还有上家专门老邻居啊、好朋友突生人啊。哦，保姆啊，对呀，邻居啊，有钱，他做的。他要上班。冇钱乞丐是乞丐。冇钱要吐乞丐啦。对啦，哎呀，家个生意了全部。家个生意是供几多届咯，我人也吐清多。哦，嘟啊，帮们一届每一家，哦，新球的、托新球的，就跟突然系。哦，四届顺了，你顺2届，我顺2届。有经验的啦。一届吐40岁。哦。对，吐到中间就去家不考。啊，有乞丐以后咁系可以吐便宜呢？我新球讲妈妈你很辛苦，哦。老外个孙子全部秃胎哦，你冇人人秃生意，佢头发人也不看，还有老披萨秃。我听下秃便宜呢，还有钱好穿啊，秃乞丐冇钱好穿啊。秃乞丐冇一多贴。哎呀，多贴吧，对呀，系啊。还秃便宜呢，一年有几多钱呀？对呀。还是讲人的老披萨秃啊，穿用不啦？哎呦，少女嘛，有没有赚钱？秃生意按好穿啊。哎呦，他个年薪100万的就是保姆啊。是啊，但是就讲，嘿啦，妈妈不要再跟别人带自己的孙子秃胎如何？你去唱歌诶，跳舞出国，旅游，有啊，你常常都去旅游出国啊，对呀，真的不孝的女儿这样，把小孩带来也不给我钱，他都很感恩啊，他现在他感恩的心啊，母亲节都会写母亲节卡。就谢谢妈妈，本带胎嘅对吧？帮嘿，你讲娘妹耶，你讲帮我们带大的，然后就你很厉害的妈妈，会唱歌会跳舞，哦，他妈妈又会骑脚踏车对吗？脚踏车对，脚踏车会运动啊哟，厉害啦，也用步嘅哈，係啊，好似個孫係冇強用嘛，對，從來嚟唐先生講向欣賞嚟。
好水饺子哈，今日创嘅乐山歌1号堂嘅运做到1号哈。特别系呢个第2季2皮1心嘛哈，两片冲起来当样上。好，所以躺起来就会当送送哦，你就冇压力。好，你係我啟動今日創到1號嘅位數，韓國提示佢摘來半個供養嚇，咁創到當牛年嚇，當好堂。咁講呢，實下咧就係本意試建議，就係比如講呢個提示佢暖茶閃，嚇韓國提示佢發灣劍，嚇呢最尾係用壓來數每潤，錯嘛嚇？壓就係好錯，咁個會變成呢個體勢上控制就冇按降。好，所以兩片希望你係做得一個練習去，自家一個去探看，係唔係按樣應該你係方式，樣幫你調整啊？嗬，一個咧就係第3季阿哥妹妹就來做乜嘅嗬？兩個當然佢係一張問應該問句，好咁講你可能從到聽寫上嚟太小心翼翼啊，嗬，所以唐起咧當場地喺講悄悄話寫上法，好我想問嘅時間嗬台上問出來，所以從嘅時間嗬嘅不管係個人也係音量，做得就個控制一下，好，所以你係為降為從聽個人為有壓力，其實講帶本人來從可能壓力冇安排，好喺發揮嘅空間可能未限下可本嘅建議。謝夢怡，好，安子飛，好，謝謝，好，歡迎下嘅分數，好，歡迎下主水餃嘅分數。謝老師，什麼老師？對，我之後交代。交代。阿姐，阿老妹哦，你冇。2-3遍是掛下了，但我說我會認真一點，對。幾多關呢？唔記得啦。唔記得。加關係咯。加關係啊！你變加拜咯。對啦對，要加拜，所以回去多練習啊！謝謝老師。加油啊！哦，加油！加油啊！就是3分不長哦。對啊，真的好。好嘞，殺下來。殺落去鄭玉米帶來3個字。看過啦。無限時間。條字哦，唔可能按後生，佢要像30人這樣嘅。鄭秀鳳老師看起來很老實，但是他很會說謊。哎呀，說看起來像30幾歲。我就看見羅哥眼角看到幾樣用，哦，打量一下，讓沒禮貌。百越你都會睇過咧，係啊，該後生嘅時節啦，後生嘅時節哦，後生嘅時節都會睇40幾歲的時候去。你爬什麼百越啊？對啊，3000公尺以上的。你腿那麼短都可以爬百越？這是尾長管理嗎？管理好奇怪啊！
哎呀，牛米记啊，这个非常有爱心的一位人物啊，照顾小朋友，照顾对呀，所以但是小朋友嘅双礼拜的分享，退休以后做嘅，对呀，不劳自工，对呀，所以年轻的时候就照顾小朋友，老的时候就照顾老人。你为什么这么有爱心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是觉得，对呀，这就是天生的吧。有的人上来就会来爱你呢，付出爱的。对，就好像很多那个国外的一些那个牧师有没有？哦，对啊，那个忠告还很他们对啊，就来然后就会待在台湾，然后奉献好几十年了。哎，跟这眼睛感通。对呀，不分国界。真的。对呀，所以那个。就看过的很多小朋友，也带过很多小朋友。他们在路上啊碰到啊，都会很有礼貌，还会称呼，对，还会认得。因为小朋友会长大，我们会老，我们不会变，小朋友变，我们比较不会认得他。对对对。南腔用按讲点音的呢。所以好似带夫君淋沙嘅生意，佢冇講嘢嘅。我們那個是那個沙琪嘅，社區的托兒所，對，還曾經說有一次是18所學校。對，那個時候還沒有那個12年國教的時候，就是我們有。在板橋市裡面有18所的托兒所，然後就是聯合畢業典禮，那個場面是很浩大，那一定吵死了小孩子很多，吵是必定的，給你聽聽啊，鬧煙嘛，對，小朋友很快樂啊，因為畢業了，畢業典禮就有兩種感覺，鬧煙。撒下來就感通嘅時間，那你應該也很有成就感啊！對呀，做到很多生涯的成長哦。所以在托兒所我是待了34年。哇，34年，32年讀4年，整個青春都，哎呀，真的都所有對，所有的青春都是付給這個托兒所，真的非常有愛心。對啊，看到他們長大了很有成就感。是，對，很認真，係嘛？好了，從說嚟，請衛生總先生。好。詹小姐哈，唐葉訪談嘛，從小就開始到個小朋友的窮啊，用心要當口味裡面，當身體，當快樂嘅唱歌也同樣啦哈，唱到是講基本上，因為你提示有些唱到還唔會緊張，有啲提示唱係奇怪，因為是比。提示很好緊張係樣嘅哈，所以表現講，當然嗰條歌唱得以後啦哈，和表現各方面，是講你對咧歌嘅節拍哈節拍，冇非常嘅問題哈。按在你唱到感覺講有啲缺陷嘅時啫，你詞法啲講快唱快啲咧，唱快啲咧，感覺可愛的一面啊，當我，是講希望哈。坦白係在嗰後認真後用心地來對呢方面唱歌最基本嘅要件嘅節拍，加強咗訓練，好加油啊！好，節拍有問題啊！有一些節拍。那來看一下，給他分數一樣用到，好唔好？可以啦，佔優米嘅分數。好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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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88點分，對，請機會，有85分以上，我很滿意了。沒有啦，你的實力都是90幾以上的，你今別跌破啊！意外啦，跌破一直欣賞，Q 1分就差7分嘞，沒有關係啦，這樣子也很好，後面的人他可以進來。沒有，你還是可以再來。我會下次再來。下次好不好？排練了一下，等你啊，好不好？對，謝謝。衝多暗後，有沒有大眾？謝謝，好不好？謝謝。安子生，這麼有愛心的，對啊，姐姐哈。哎呀，是好，來撒下來，下因為係一篇叫帶來羅山歌。看啊。
以阿喬子，好，阿喬子好啊，哦，阿喬子上禮拜講你啲嘅乜嘅傳統。哦，做些嘛，做廚神，廚神哦，原來那啲悦來飯店，遠雄啊，5星級的，遠雄以前是遠雄，現在改悦來飯店。哦，這啲海邊嘅啊，對，哦，有遠雄樂園嘅啊，對，一句越來啊，越來越美麗，越來越好看，對，就越來哦。哦，整個改成越來，我還真的不知道。我很大很大，東江啊，過叫咧係啊，過叫咧，哦，人家從嘅退休以後，當開始接觸到客家山歌。我先生的堂弟啊，伊接去請我先生聊天啊，就要講去唱山歌誒，他爸就要唱自己的。本分享啊！做糖豆有了三個暗好糖啊咧，所以我就糖豆都真喜歡啊咧。所以我都冇去上班了，後我就停機去一個創辦咯。就聽阿老公唱下伊好時尚。老公佢又唔敢唱，又唔好唱，冇同佢阿來比，冇佢都唔敢。係啊，關於迄個時啊，佢學到較差唔多就會直接唱喊起來啊，有唱起來，喊起來高啊咧，因為一生當中要留下來一啲。哦，記憶印象咩？有陣時練習啊，看唱考試，佢用嘅感覺，可能自家唱得用嘅。演唱就演文戲啊，真係演唱要演後生。演唱會演天空。對。好啦。重陽白色啊。從頭來唐先生公平啊，徐峰先生。好，天橋子哦，今日聊聊我緊張吼，講實在，人嘅上任吼非常嘅亮，人嘅顏色吼也非常嘅正啦吼。正如我哋做評審先生出嚟吼，正係一種享受吼，正係希望啲鄉親吼多多來參加呢啲嘅鬧熱大擂台吼，安尼正嘅唔可能按後生，可以唱30人這樣嘅，你唱歌嘅時節啦吼，最好重要嘅，唔得老。自家嘅歸屬嘅感情吼，唔來搞個規則變落去，吼，你像係家做彈唱嘅時節啦吼，你太緊張，嗰種人嘅上任吼，出錯啲嘅後人頭啲搭嘅，吼，嘅規則吼，我係會人講嘅必上啊樣去，嘅個人嘅時節吼，你來唔上去，中央錯啲後人頭啲搭卡定吼，彈到出發下。這種無槍啊呢，個上人還無槍。你專業的時節啦吼，你喺講講本嘢談到，你就坐喺我細神間的時節啦吼，你當日坐喺練人個後年頭，你練比較順的位啊吼，你個上線會進來進好，你喺邊彈款啊，你喺邊來唱吼，個上人又會冇窮樣，吼，加油哦！對，不過我們這個鄧秀鳳老師看起來很老實，但是他很會說謊。對啊，說看起來像30幾歲。對，我就看見羅哥眼角看到幾樣用，哦，打量一下，然後沒禮貌。我想要30幾歲。哎，演寬啊！演寬啊！你跳橋唱30兩歲，他演一系列。唱完你進來就唱18歲啊！你看演咩差唔多30歲走入。那你要去大學眼科看一下眼睛。老師自己，你喺幾多啊？我比幾多？你看得到嗎？哎，開玩笑，開玩笑。好啦，10歲啦，10歲。哎，先生，好，來看一下一篇給我嘅分數。又是一點，冇問題啦，好，對啊，恭喜哈，來，可以做休息哈，好嚟，沙下來，沙來，係你上禮拜V面嘅總比陣帶來平白，嚟，談過啦。我記了。
呦，变成记忆正经呀，风格好明确。哎呦，今天你有发挥你的特长哦。但后堂啊，后堂真的。哎呀，这样用那种方式装，哎呀，有味道哎。哎，真的，有其他的风格。对呀，不是客气啊。没有按紧张啊，那还在紧张的，当然不呀。你面炸人，你在紧张。你面炸真有压力啦。压力较大。哎呀，不然松下下，想要维持下去嘛。对呀，你任何什么大风大浪你没见过，对吗？什么百越你都会看过嘞。哎呀，该后上的时节了，后上的时节了。哦，后上时节，都会开始。20几岁的时候去。你爬什么百越啊？对啊，3000公尺以上的。哇，你腿那么短还可以爬百越？这是尾长管你妈管的呀，奇怪啊！哦，哎，没清楚啊，厉害呢！去讲你有人突然就送去啊，专业的哦，这样专业的才可以。想到带人家的，有的是前辈，就是他已经有爬过，然后我们去参加了登山社，他就说哦，那我们带你去。我们都是半夜出发的。哎呦，真的哦。有没有碰到什么奇怪的状况啊？碰到奇怪就是在奇莱山头，因为它有分北峰、南峰啊。那我在北峰的时候，就是因为那有小木屋啊，因为那时是蛮多山难的。那死掉的人几乎都是那些前辈都帮他写名字，对对，贴在里面。对。那我们进去的是跟他膜拜一下，这样子，希望他们保佑你。对，是这样子。平安松山，会不会睡一睡，然后人在窗户看你？哎，没有啦，而且我们都半夜就要攻顶了。半夜你看他容易暗天哦，光真水台面。这马个就差不多。对啊，半夜都要攻顶。好来，冲色来唱。唱音欣赏。哦，欣赏吼。好啊，比阵台在今边唱嘅咧片版吼，其實講咧非常嘅流暢吼，香港呢嘅咧順暢度啊都亦好，所以呢貴屬談起來嘅咧，不管係音樂嘅咧感情嘅表達吼，然後係故事嘅意見都有表達到。好，所以下咧，讓你講嘅係希望你做得一個加強嘅位數，比如講你嘅體育記到體育技術每音嘅時間，你係當然頭先主持人有講到，你從你係3個月你嘅提升冇咁長吼，咁講你係一個加強嘅就係位數就係獻上吼，莫記了從那。好，兩尾就一些些你嘅重發，那兩片就你本來那好，到底咋個修飾一下那好，漢語係要保留你嘅特色，好，係，所以我想獻上獻過之後，每音用半數就要講嘛吼，講音唱出講音強，呢就係你嘅特色吼。咁個材料係獻上嘅位數，可能就個落去燒到หั่下醬的，我想做得本意嘅3個糖起了軟米為หั่下醬吼。比如講韓國有凡事莫長莫拿嗰隻未強用吼，凡事了莫拿長莫拿長啊，其實讓你唱嘅強用，唔過我嘅很明顯嘅位數就係台式上。表現出來，糖起來就係你嘅特色，好，所以咧係我本意嘅意見。唔講呢度第3期、第4期嘅時節，你嘅獻上要動獎哦，所以我哋想可能你冇按緊張咧，所以我想肯係克服嘅最大問題就係冇聽緊張。好，先望你。好，謝謝哈。對呀，緊張嘛，有心情。現在放眼望去，哪一個是你對手？你看一下。都是對手啊，都是對手哈，都是戰友啦，啊，都是好朋友啦，都是好朋友啦，係啦，你要先有唱給人吼，給你好朋友，水酒啦，水酒記啊哈，佢喺請過講聽下聽下，可以繼續坐呀，係，可以坐。像抽中你哦，像嗎？像啦，像啊。雙禮拜唔知啊，在看播出，加分數較高的時間，那個面變的，超慢控制，表情控制很重要。對呀，所以你今天再怎麼樣，你也要微笑。收面了哈。好了，阿勇就看下來看分數咯，哈，準備好了哈，看下來看總比整個分數。
亲厉害哦，伊涵，个有福歌吧？阿公同爱乡下好事。同乡下好事，因为阿公係客家人，所以同阿公好事。同阿公好事，乡下伊好唱山歌。嘉宾欣赏好过唱歌唱。从爱5年生，还有迄老战役欣赏唱流行歌。流行歌呀。还有老赵德武哥哥，向他出一种汉语嘅流行中心。我若出镜，可能老多人同抄着对我唱歌。哦，战役欣赏哦。他的观众比整个分数。哦，西蒙西莎，94.5，那永久恭喜比真哦，谢谢秦老。没，厉害，那就恭请你坐上卫冕者的宝位了，好吗？在宝位，比真两面强，恭喜连续6礼拜1年。三个音乐比，唔第一当年个安尼作动个田传业比赛嘛，比乱当年都也已经有56年的历史嘞，真的哈。避难他台哦，有避台吗？不要他台，哎呦，真的太意思。啊，原来就算得出来咯。哎呀，当中当然有培养出来哦，产生出来当优秀的安尼客家嘅歌手，尤其迄个客家山歌嘅传承。哎，你根本有唱到吼，嘅田传业比赛嘅抢手年组嘅前3名，就是他们其实也一直往下扎根，冇错，好上瘾。爱互少年人一解机会哦，叫我本身人的发扬安尼客家文化。系啊，来到人哋嘅农业大擂台冲山歌，本来一个堂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好上组嘅哦，抢手年，好上组嘅哦，前3名嘅来表演。哇，佢一定动精彩，一定唱到动好。前3名，而且冇个那样佢哋压力安泰。安尼哈，好上瘾嘛，抢手年。对啊，好上瘾冇得强嘅啦，冇得强嘅，强后台，对嘛？冇买好强嘅啦。对啊。来，有唱到 TV 啊 ！TV 喺得到第3名嘅总成绩带来老山歌。来，弹好啦。山歌唱的。
按数4个名。哎呦，心意哈。哎呦，讲什么哎？哎呀，今年伊多岁？今年14岁。14岁，贵重5年生。5年生。听听啊，穿得清好呢。对啊，怎么用后生人用么想的好客家传统的山歌，应该要买记忆的。係啊，係冇。一開始係貴校2年生嘅時節，有留好高嘅社團課。哦，社團。一開始係從童謠和流行歌。客家嗎？係客家係。哦，白講白，婆冇吃雞冇吃鵝。哦，本來好兩種誒。還有人自己有興趣來學傳統的嗎？係，就是貴校6年生嘅時節，就留車去過欣賞。哦，你也過去欣賞了。好從傳統嘅歌謠。誒，冇點樣上得清獎呢？聽講佢係有客家人，還有嘅泰雅族嘅血統呢。係，我媽媽係原住民，爸爸係客家人。係哪大原住民？泰雅族。泰雅族是泰安鄉係嘛？竹東嘅片，上得清獎。對呀，嗓音又好。對，佢有嗰種遺傳哈，所以天生上得動獎。係啊，所以不管叫唱到越民謠版，但是佢基本上佢音色就好。音色就清獎。啊，彈起來就當好彈。又有新氣候，繼續加油。係啊，哦，跟你比賽比到擺田傳義。田傳義係第1擺。前6年因為我那個貴校6年生停辦，對，停辦，我有報名，報名係停辦，對，啊，後來就到貴中1年生這樣復辦這樣子，比到第3名，係，啊不當欠嘛第3名，唔會啦，第1擺比，第1擺比給2場，給2位，比你還嚴。因為我唔怕，就是大家就是切磋嘛，像武林高手都要切磋武技嘛，強下進步，係嘛？對，係啊，全部都厲害。係啊，根本要千轉呀，欣賞全部啲兩片，本地有志同，高中欣賞。高中啦，車橋欣賞，天橋夢欣賞，美順獎欣賞，全部都一定嘅，佢報記得欣賞哦。來講一下建議下，不要後生人學習吧咧，好，唱高中欣賞。先講唱高中，好。心意今日唱的比跟本日唱的有進步了。哎呦，什麼心態？田傳義的時間啊，哦，唱高中有啲現場，哦，評審咩？哦，佢本身條件真好，因為人上了後上也獎。哦，對。可能老。媽媽也嘅人血統方有多少關係？會唱歌。
对西安山歌，尤其创呀，人家讲的老山歌吼，伊不论咬丝韵脚，嗰個前韻呢嘅戲哈，戲碼也有拉長，嗰個也14歲天天啊吼，做得將啊嗰個一個傷情痴情都有表達到，非常不容易，對我來講，當然我假使今日要來建議啊，還是會講，可比講有啲位詞嘅一個咬絲啊，可能佢也雖然你也結構學客化嗬，當然因為也當到人講係要乜嘅詞海化啦，也話乜嘅強調，會有一些冇乜嘅中央，唱傳哦。我相信豐古人係講嘅腔類嘅，因為成日講腔樣嘅話嘅。語言係啊。係。傳詩係嘛？然後唱一兩隻詩咧，要多少嘅捲舌嘅音。哦，好想。詩可以強啊。哦。傳。也創也創，當學家嘅傳本自順傳，那個係也當到會有樣嘅問題。另外還有一隻部分就講也唔來創業，來到當好，但是對於山歌強項，應該後背嘅黑暗嘅，創一二創哎呦，安尼嚴，而且也係等於講，也山樓嘅山當創嘅東西嘅時間，有嘅肺炎嘅安尼嘅，時間差，係，時間，冇創唔係創冇創當好，唱歌出，唱出，係，自己常常會有，也就係按山歌嘅特點，當然啊對啊，室內唱也大家解釋，全部會用唱歌嘅方法來解釋。然後卡做山當唱嘅解釋嘅方式冇咁樣，其實係用回應嘅嗰種感覺啦，係啊，其他對於唱歌嚟講非常冇問題，一個前途非常光明咯。哎呦，加油！什麼高中先生？哎呦，較偏科技嘅啫，佢唱這唔有講行嘛？細時間唔會嘛？佢是會講下嘅時間，可能要學。貴少6年生嘅時間，真佢是好啊，咁厲害呢！要就係從歌開始學客家嘅，從傳統。我有嘅時間，我條一張相講啦，同佢按捺一下，而家客家講得清楚。真的啊，係啊，按說是過說，真嘅。現在年輕人會講客家冇多，清少咧，懂少。大家可能會講韓語，不一定會講。對啊，對，韓比你們多一點。係啊，真嘅，多一隻機會哦。厲害厲害。係什麼？安尼客家安尼文化就可能也係好上癮哦。好，延續下去。好，我就會攞。哦，係啊，也就會行下路，好，精神係咪？精神一次錘啦！也客家嘅傳統嘅文化都可能也到，好嘛，加油！好，什麼？謝謝，安志生會做消息啊！好，哎呦，第3名我都唱過完好，係啊，佢第2名唔行個站，誒，等下彈可能就啲，係冇？第1名係陳意涵帶來3個字，好嘞，彈可能。那
名诶。你要转音清理会哦，遗憾。系咪？哦，个玉米诶，个玉米个天上诶，也学诶，啊咪。系啊，你天上诶嘛，应该有学过吧？有哈。本身要讲学。详细要讲吗？一些嘞。哦。以前不会讲，是阿公同爱乡下好事。同乡下好事，因为阿公喺客家，人爱就同阿公好事。哦，同阿公学习啦。乡下伊学唱山歌，系嘛？哦，土得你喜欢哟。俺今年就说。是唔识？是唔识？是唔识？15岁。15岁啊，15岁，各种3眼神，差不多2年。你带哪啊？你带哪？头眼。头眼哦。所以阿公土胎系嘛？阿公带你大，唔系，爸爸妈妈。哦，爸爸妈妈，也弄不会爸爸妈妈。嘛该啦。爸爸妈妈出去转去阿公阿婆夫卡了的时节，阿公就同讲的学山歌，系嘛？就同阿公讲阿姨学山歌。哦，注意学山歌，歌唱班。以逻辑来讲，好像是这样。应该是这样，因为会唱山歌的小朋友，大部分好像都是阿公阿婆、阿妈手指，喜欢那种。对。也好搞地步蹲，从几时开始学山歌的？小学5年生开始，嘿，因为迄阿公们呐，又爱去学山歌，俺就讲好，阿公就教俺，他一开始是我自己去网络上找影片学，然后之后是因为俺去比赛，山歌比赛就遇到谢老师，然后就想爱，因为恰几个是很厉害，真的桃李满天下。想爱去。请一家新商，学山歌啊，就遇到老师，然后就想对，之后就去跟谢老师学，后唱歌还有那个拉弦。哦，爱演那边有还有。我来哦，很厉害哦。他们都很厉害，老师都不是教半套，他都是全套。半套。就又要爱演的，又要冲狗啊。半套就没感觉。什么？哦，对。抽糖山歌糖一了，张威。全套你才会觉得说哇，整个比较完整、圆满，什么都学到。你以后出去，你真的不怕没饭吃。哎，正经哦。真的呀。同车去过欣赏后就抽嘞，清理会，系嘛？哦，没按上到按电影，又还有酒窝嘞。好可爱哦，跟我一样，你看你哪里？你那是酒窝吗？我皱纹，不是酒窝啦。哦，嘿哦，好啦，你酒窝蛮多的，你要面当红青豆啊。回上面都酒窝。那个是老了凹掉了。哎，给妹第100参加田春义就第100就第1名。嘿啊，第1次就第2名了呢。谁你给？没生意啊，你有买票？还是有买票？嘿啊，评审被你买通了是不是？一开始就想说，一开始反正。前几年就想爱去比赛，还有人就懂你同来讲田春义就青南对面，青南对，那就想讲一开始就自己学，然后就想他摆张去，啊又遇到疫情，然后又停办了，就又那段时间又练了一阵子，然后又请老师教，就是又一直请老师指导，然后那段时间就一直在。就是老师就在教我，那所以对，然后今年就想说吃宽啊，就有对面就唔使你爱咩唔想到。哎呀，这么年纪这么小，哎，这么客气啦，没冇想到，你冲得清楚啊！真的是不小心的，因为我连被入选我都觉得好像就真的是不小心的，因为那时候就像有。入围就好了，然后对，但是没想到是第2名。哦，哎，请等一下嘞，有一种很萌的感觉。对啊，可惜长得又漂亮。没有啊，真的，哎，这客家真的未来之光。真的呢，吼，你啊3B不得了哦。比人的希望啊。啊，系啊，唱人去过欣赏了，讲本建议啊，好不好？哦，唱去过欣赏。好来，意涵妹妹哈，今日带来一个山歌子啊，其实哈，他们讲一个音质哈。做得讲相当好，也个专业各方面，甚至在高音，都能够调到清高音嘛。尤其一下唱佢啊，人講4年的年紀，全部就好高的年紀，那有都會
后生日，也生日個慶樂學生個，所以也係相當冇簡單啊。最主要佢也要善學，因為用用白講呢，當時代嘅時間，我看佢都記現呢，生日呢啊，本來一開始就千難教，都教爭落去就當腳咧，所以佢也學習嘅長途呢，也按到位哦，也三尾就在講，就因為記現呢，連語調嘅、編調嘅各方面，佢也已經就學到嘅哈。但是佢比來講嘅唱歌嘅部分，唱歌部分當然佢本身就要有心去唱，因為同佢哋講，學除了學愛演以外，山歌一定要多唱。你會唱山歌，以前呢，佢都行很遠度，所以佢哋都要一樣嘅心去學演呢，也要一樣嘅心來唱山歌。尤其唱嘅音質也相當好。但是呢，佢比有一點嘅嗬，只能夠同講一下，平常盡量講客話，冇而家唱嘅當到客死無爭呢。你嘛，我相信你再繼續嚇。好就按客家話在練係，山歌同你唱係，也人講嘅宣傳客家有一個後生日，加油！好，張先生，係啊，多多講客家，多多講客家，其實不差的啦，就是華客參辦，聽聽的好。就會見工見學見廠見學。我講真咧，生意很好，就真係非常佩服嘅。係啊，也後生人講拜託佢開下個球技冇問題咯。係啊，更加唔得。很棒，很棒，加油加油！繼續加油哈！好，客家未來的希望就靠你們咯。好 ，OK， 扣一下得了哈。看等一下，真的，等一下。哎，好，什麼遺憾？謝謝，好，合作歌曲哈。聽一秒。聽一秒，哇！聽一秒唔點用誒，不得了咧。聽一秒談看下哦，看樣板樣做得得到天春日的聽一秒，一言滿言呢。王一彤帶來嘅平板哦，來談看下。
哇，跳命！哇，跳命啊！都无共样，都无共样吼。兒童之前有來過，難怪佢嘅副手組條片，面書哦，真嘅。之前唱嘅同嘅。來咗嘛？之前來頭仔。矮演嚟吧？矮演。應該係來矮演嚟唱嘛？有來唱失戀歌。失戀歌，同馬手聽下來。同阿婆都嗌來。阿婆都唔來啊？你來比賽嗎？錯。哦，比賽啊！同阿婆叫我來比賽。阿婆都嗌來比賽。哦，阿婆都唔來比賽。你上排有來比賽過？有。你之前有來比賽過？有比到樣板的長度。小朋友的。小朋友哦，拿獎學金嗰種啦。哦，係嘛？哦，三千的有嗰種啊，一多年前咧。叫咩幾年了吧？奇怪了，有小朋友，這是公司的天天上班事情，從4年的事情想不起來，很細個時間啦。怎麼會這樣哈？係啊，對啊，應該不止吧？像有看過呢，來愛演的冇嗎？有吧？有啦，同個車奇貴先生，從車奇貴先生講下來，有個車奇貴先生的這個高徒，哦，有愛演有唱歌。對啊，因為我想我哋後生人啊呢，因為我想我來學客家歌。哦，因為我5歲，阿婆就帶我去到賴碧霞先生，還有邱彩雲先生學客家歌，就八公八婆。哦，這樣子。賴碧霞先生細時節就去同學學嘞。那有讀過賴碧霞先生啊？你有看過他本人？哇，真的哦！哇，那很慶幸誒。對呀。這樣子我就知道唱客家歌係個當神奇嘅事情。哦，神奇好高嘅事情，係啊。後來過小3年前，阿婆帶我去普賢。然後車奇貴先生唱山歌，學愛獻大鼓。先生講會唱就會愛。有條下有講會唱歌就會愛。真係啊，我會唱係唔會愛。唔會唱嘛？幾用計算嘛？你這個搞愛啊？哎呀，你而家搞愛演呢？無償哦，無償教我。冇錢本哦。賺那麼多錢還讓拜師，客家人很節儉，口袋打18個結啊！不行這樣子啊，對。你今年咩喺 T8參加天春宴嗎？唔係我 T4哦，前6年係 T3年。哦，阿里阿伯總算拿到頭名，總算得到第1名。家堂給唱真的是唱到非常的好，玉米青後呢？對呀，哎呦，還有相片為證，你看 T 名嘅相片。主動嘅獎哦，2獎233嘛，你就會搶少年組嘅前3名，錯嘛？哦，你做獎畢業中獎啊？獎畢業我看唔清楚。你比到個獎畢業去比賽就出來，哇，琉璃的呢？係啊，有高級的哦。哇！好啦，哎，你有同嘉義先生學過唱歌錯嗎？唱我5年前還有去到展藝先生唱流行歌。流行歌的哦。我有到趙德武哥哥，向他出一種漢語嘅流行中心。我應該出講向他勞動同抄的流行歌。哦，展藝先生哦，係哦。還有嗎？印象他深刻嘅事情？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第1擺去比桃園客家傳統音樂節。哦。那係我第1擺我唱老山歌。這樣是。我當緊張，我音都唱不上去，氣息也撐不住，氣有不足哎喲。不過我6年前有考到國立客家兒童合唱團，先生會教我用丹田唱歌，我這樣子比賽下台之後，我就叫，吃到有冇按鈕？當減少，減少，唔會啦，比賽難免啊。小鳳先生係冇？來，小鳳先生。我家下吼，安尼本來嘅商人吼，真係想起吼，真的。冇簡單吼，你客家話講吼，多一種嘅語言都就係多一種嘅能力啦吼，真嘅咯冇簡單吼，你如同吼按細嘅年紀吼，做得老叻嘅評判表現到吼，人講嘅
钱扣点，可圈可点，可签这种就是什么可以，我就条条讲了个客家的贵语吼，客家的贵语。不过啊哈，我还那种建议哈，你说唱歌的时间哈，尽量还得不用他吃人的喂，你不用他吃人的喂哈，你给。讲出来发唱出来嘅詩啊，嗬，就會按你知道動員當好堂，唔見每行溜溜會緊張。佢說大家詩啊，嗬，當咗按你熬到當嘅位，熬當較輕嘅位，係你邊個樣嘅位嘅規則嗬，真嘅行啊會上癮。你兩個鬧嘢大擂台，你客家天使台。欠社會就會本地就會機會舞台，本地舞台嚇，多來磨練一下嚇，真嘅你哋個客家山歌傳承咗靠啲條後生，真嘅去給馬皮了，動感頭係加油，繼續更上一層樓。哦，什麼秀峰先生，咩先生有咩建議？係啊，我看到小朋友嘅嚇，很後生嘅。首先呢，我對那個年輕嘅一輩哈，因為我當老咧，對咧三個幾嚟講，看得出來，看得出來。咱就講有那種興趣，來學習嗰啲傳統嘅客家山歌，還尤其個唱安好，即係咧鼓勵啦、肯定啦，三位就突然客家為個客家嘅事務局。你去今年嚟觸動係天傳應該啦，教長嗰啲強啊，編寫咪是啊，全部編過。對佢哋個歌唱係嗰種嘅水準啊，非常嘅皮膚嚇。三位小朋友呢，都可以沙唱老山歌、山歌子平板部分，汪小妹妹頭先陳生也講，上潤各方面你哋嚇全部嘅。唱得非常好啦嚇，恁叫講從事了係山歌，恁叫再進一步以後，還擺口音再傳新啊，唔單講希望也擺通的。好，加油，好不好？再靠你們啦！哦，加油加油！什麼太假？安子 C， 謝謝你啊！來，比賽，哇！咁樣全部喺後生嘅話嚟唱啊！真厲害呢！係啊，希望會唱歌嘅好唱歌嘅後生朋友唔怕出嚟啊比賽啊！誒，出嚟比賽，大天花來人叫667人6人。係啊，係，你留就是加報名好冇？哈，等他給門口給片啊，那哥哥姐姐的名字留一下。對。好啦，哈，我報名，夾個就報名，啊，今日啊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啦。什麼大家？係啊，沒有多謝 CV 嘅辛苦嘅評審員長。什麼評審員長？謝謝，哎，辛苦嘞！好，是夢三 B 同學搶生年哦，加油哦，弟兄加油哦！是夢小康老師很有默契的欣賞，給不辛苦嘞！謝謝老師們，謝謝，安子 C， 還有是夢立天從來工作人辛苦嘞，安子 C。好，下禮拜我們記得一定要支持收看呢，老年大擂台，老年強下來，再見，拜拜。